所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，讲到美国东花的巴尔的摩港呢，这26半暝啊，一台无动力的货轮去弄着桥，经过15点钟的抢救，当地政府宣布，落入去水内面的6个工人拢已经过往，救人的搜救任务也结束。这座桥有2.4公里长，叫做凯伊桥，是当地正重要南北往回桥。总统拜登也下令讲，用联邦的经费，用上介紧的速度来重建。载3,000个货柜，289公尺长的货轮12号，卡伫风浪长的钢筋大桥，规条帕塔普斯克号的航运全部拢冻点，周边风看了是会惊。这只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，26透早为巴尔的摩港出发，连开27天要去斯里兰卡的旅程，想要到这呾出港，规只船就完全失去动力，以8节的速度，等于是15公里的时速向凯伊桥驶过。船顶的引水人随紧急下令，只是船员转弯，而且把船顶扛落，互船停止漂流，不过拢失败。看这个办事无法度启动引擎，就向港务局发救人的信号。几分钟了后，货船就弄到大桥。马里兰州的州长指出，加在这的船员发出求救的通知，互大桥两边的出入口及时封起来，阻挡车辆入去，避免更加侪人受害。I have to say I'm thankful for the folks who once the warning came up and once notification came up that there was a mayday, who literally by being able to stop cars from coming over the bridge, these people are heroes. They saved lives last night. 迄当阵拄好有一阵工人咧修理桥面的坑，2.4公里长的凯伊桥，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断做4-5节，工人嘛落落海，当中有2个人互救起来，6个人失踪。经过15点钟的搜救，美国海岸防卫队伫暗时7点半宣布，已经无可能阁有人活咧，所以停止搜救的任务。巴尔的摩港是美国货运量第9大的港口，提供超过15000个工作机会，影响的层面有达14万人。在1997年启用的凯伊桥，是连接东华高速公路系统重要的通道，一天的车流量有34000台，加上航运受到影响。估计光是航运关起来经济损失，一天就加1500万的美金。Baltimore's already lost best steel, the biggest steel mill in the world. Western Electric, General Motors, we've lost almost everything, like Dayton and Pittsburgh, a couple other American cities. That's our biggest moneymaker in the whole state, right there, the Port of Baltimore. And now your moneymaker's shut down. 美国总统拜登迄天召开记者会，讲这是一件真恐怖的意外，答应下拨联邦经费，以上紧的速度来重建凯伊桥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。